雅各思歸故土。雅各聽見拉班的兒子們有話說：雅各把我們父親所有的都奪了去，並藉着我們父親的得了這一切的榮耀。雅各見拉班的氣息向他不如從前了。耶和華對雅各說：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親族那裏去，我必與你同在。雅各就打發人叫拉結和利亞到田野羊群那裏來，對他們說：我看你們父親的氣息向我不如從前了，但我父親的神向來與我同在。你們也知道，我盡了我的力量服侍你們的父親。你們的父親欺哄我，10次改了我的工價，然而神不容他害我。他若說有點歸你作工價，羊群所生的都有點；他若說有文的歸你作工價，羊群所生的都有文。這樣，神把你們父親的牲畜奪來賜我了。羊配合的時候，我夢中舉目一看，見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，有點的，有花斑的。神的使者在那夢中呼叫我說：雅各。我說：我在這裏。他說：你舉目觀看，跳舞羊的公羊都是有紋的，有點的，有花斑的。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見了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裏用油澆過柱子，向我許過願。現今你起來，離開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拉結和利亞回答雅各說：在我們父親的家裏，還有我們可得的分嗎？還有我們的產業嗎？我們不是被他當作外人嗎？因為他賣了我們，吞了我們的價值。神從我們父親所奪出來的一切財物，那就是我們和我們孩子們的。現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雅各背途。雅各起來，使他的兒子和妻子都騎上駱駝，又帶着他在巴旦亞蘭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財物，往迦南地他父親以撒那裏去了。那時拉班剪羊毛去了。拉結偷了他父親家中的神像，雅各背着亞蘭人拉班偷走了，並不告訴他，就帶着所有的逃跑。他起身過大海，面向基列山行去。拉班追趕雅各，到第3日，有人告訴拉班，雅各逃跑了。拉班帶領他的眾兄弟去追趕，追了7日，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夜間，神到亞蘭人拉班那裏，在夢中對他說：你要小心，不可與雅各說好說歹。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支搭帳棚，拉班和他的眾兄弟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帳棚。拉班對雅各說：你做的是什麼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兒們帶了去，如同用刀劍擄去的一般。你為什麼暗暗地逃跑，偷着走，並不告訴我，叫我可以歡樂、唱歌、擊鼓、彈琴，送你回去？又不容我與外孫和女兒親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親的神昨夜對我說：你要小心，不可與雅各說好說歹。現在你雖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
為什麼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說：恐怕你把你的女兒從我奪去，所以我逃跑。至於你的神像，你在誰那裏搜出來，就不用誰存活。當着我們的眾兄弟，你認一認，在我這裏有什麼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來雅各不知道拉結偷了那些神像。拉班進了雅各、利亞並兩個侍女的帳棚，都沒有搜出來，就從利亞的帳棚出來，進了拉結的帳棚。拉結已經把神像藏在駱駝的墮廁裏，便坐在上頭。拉班摸遍那帳棚，並沒有摸着。拉結對他父親說：現在我身上不便，不能在你面前起來，求我主不要生氣。這樣，拉班搜尋神像，竟沒有搜出來。雅各就發怒，斥責拉班說：我有什麼過犯，有什麼罪惡，你竟這樣火速地追我？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，你搜出什麼來呢？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，叫他們在你我之間辨別辨別。我在你家這20年，你的母綿羊、母山羊沒有掉過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沒有吃過，被野獸撕裂的我沒有帶來給你，是我自己賠償。無論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盡乾熱，黑夜受盡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。我常是這樣。我這20年在你家裏，為你的2個女兒服侍你14年，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。你又10次改我的工價，若不是我父親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亞伯拉罕的神與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發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見我的苦情和我的勞碌，就在昨夜責備你。2人立約。拉班回答雅各說：這女兒是我的女兒，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，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。凡在你眼前的，都是我的。我的女兒並他們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向他們做什麼呢？來吧，你我2人可以立約，作你我中間的證據。雅各就拿一塊石頭立作柱子，又對眾弟兄說：你們堆聚石頭。他們就拿石頭來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邊吃喝。拉班稱那石堆為伊加爾撒哈杜他，雅各卻稱那石堆為加累得。拉班說：今日這石堆作你我中間的證據，因此這地方名叫加累得，又叫米斯巴，意思說：我們彼此離別以後，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監察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兒，又在我女兒以外另娶妻，雖我沒有知道，卻有神在我中間作見證。拉班又說：你看我在你我中間所立的這石堆和柱子，這石堆作證據，這柱子也作證據。我不必過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過這石堆和柱子來害我。但願亞伯拉罕的神和拿鶴的神，就是他們父親的神，在你我中間判斷。雅各就指着他父親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獻祭，請眾弟兄來吃飯。他們吃了飯，便在山上住宿。拉班清早起來，與他外孫和女兒親嘴，給他們祝福，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雅各懼怕以掃。雅各仍舊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見他，
雅各看見他們就說：這是神的軍兵。於是給那地方起名叫瑪哈念。雅各打發人先往西尼地去，就是以東地，見他哥哥以掃，吩咐他們說：你們對我主以掃說，你的僕人雅各這樣說：我在拉班那裏寄居，直到如今。我有牛、驢、羊群、僕婢。現在打發人來報告我主，為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所打發的人回到雅各那裏說：我們到了你哥哥以掃那裏，他帶着400人，正迎着你來。雅各就甚懼怕，並且愁煩，便把那些與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駱駝分做2隊。以掃若來擊殺這一隊，剩下的一隊還可以逃避。雅各說：耶和華，我祖亞伯拉罕的神，我父親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對我說：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向你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，我一點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過這約旦河，如今我卻成了2隊了。求你救我脫離我哥哥以掃的手，因為我怕他來殺我，連妻子帶兒女一同殺了。你曾說：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後裔如同海邊的沙，多得不可勝數。雅各送禮物給以掃。當夜，雅各在那裏住宿，就從他所有的物品中拿禮物要送給他哥哥以掃：母山羊200隻，公山羊20隻，母綿羊200隻，公綿羊20隻，奶崽子的駱駝30隻，各帶着崽子；母牛40隻，公牛10隻，母驢20匹，驢駒10匹。每樣各分1群，交在僕人手下。就對僕人說：你們要在我前頭過去，使群群相離，有空閒的地方。又吩咐先走的說：我哥哥以掃遇見你的時候，問你說：你是哪家的人？要往哪裏去？你前頭這些是誰的？你就說：是僕人雅各的，是送給我主以掃的禮物。他自己也在我門後邊。又吩咐第2、第3和一切趕群畜的人說：你們遇見以掃的時候，也要這樣對他說，並且他們要說：你僕人雅各在我門後邊。因雅各心裏說：我藉着在我前頭去的禮物解他的恨，然後再見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納我。於是禮物先過去了。那夜，雅各在隊中住宿。雅各與天使摔跤獲勝。他夜間起來，帶着2個妻子、2個侍女，並11個兒子，都過了雅博渡口。先打發他們過河，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1個人來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，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。那人說：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說：你不給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神賜名以色列。那人說：你名叫什麼？他說：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說：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，都得了勝。雅各問他說：請將你的名告訴我。那人說：何必問我的名？
於是在那裏給雅各祝福。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昆魯伊勒，意思說：我面對面見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存。日頭剛出來的時候，雅各經過昆魯伊勒，他的大腿就騎了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窩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窩的筋。雅各以掃相見，雅各舉目觀看，見以掃來了，後頭跟着400人，他就把孩子們分開，交給利亞、拉結和2個侍女，並且叫2個侍女和他們的孩子在前頭，利亞和他的孩子在後頭，拉結和約瑟在盡後頭，他自己在他們前頭過去，一連7次俯伏在地，才就近他哥哥。以掃跑來迎接他，將他抱住，又摟着他的頸項與他親嘴，2個人就哭了。以掃舉目看見婦人孩子，就說：這些和你同行的是誰呢？雅各說：這些孩子是神施恩給你僕人的。於是2個侍女和他們的孩子前來下拜，利亞和他的孩子也前來下拜，隨後約瑟和拉結也前來下拜。以掃說：我所遇見的這些群畜是什麼意思呢？雅各說：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。以掃說：兄弟啊，我的已經夠了，你的仍歸你吧。雅各說：不然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求你從我手裏收下這禮物，因為我見了你的面，如同見了神的面，並且你容納了我，求你收下我帶給你的禮物，因為神恩待我，使我充足。雅各再三地求他，他才收下了。以掃說：我們可以起身前往，我在你前頭走。雅各對他說：我主知道孩子們年幼嬌嫩，牛羊也正在乳養的時候，若是吹乾1天，群畜都必死了。求我主在僕人前頭走，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，慢慢地前行，直走到西尼我主那裏。以掃說：容我把跟隨我的人留幾個在你這裏。雅各說：何必呢？只要在我主面前蒙恩就是了。於是以掃當日前行，回往西尼去了。雅各就往疏割去，在那裏為自己蓋造房屋，又為牲畜搭棚，因此那地方名叫疏割。雅各往示劍。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的時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劍城，在城東支搭帳棚，就用100塊銀子向示劍的父親哈末的子孫買了支帳棚的那塊地，在那裏築了一座壇，起名叫伊利伊羅伊以色列。